喺會場外，有攞到論壇入場券嘅人民力量成員被會場工作人員阻撓，未能夠入場，一度鼓噪。打12.9到1點係不斷咁樣俾政府嘅人員去阻止，呢一啲係好明顯係政治嘅打壓，因為就好似我身上面着住呢件咁嘅 polo， 已經代表咗我係屬於邊一個組織，所以呢啲正係反映緊 CY 喺度呃緊民望，喺度做數，害怕面對市民。經過2星期以嚟落區嘅混亂場面，警方今次再加強保安工作，大批嘅警員喺場外築起2重人鏈，防止有人衝入場。到梁振英離開嗰陣，警方亦都以人鏈為特首開路。有社民連同人民力量成員追住梁振英嘅座駕向佢抗議。喺上星期梁振英落區嗰陣，聲稱被警員撞崩牙嘅社民連成員曾俊英就投訴警員喺梁振英座駕離開之後對佢施用武力。佢話正認真考慮連同上星期被撞崩牙嘅事件一併向警方投訴。支持梁振英嘅愛護香港力量同埋反對梁振英嘅社民連成員亦都一度喺場外推撞。喺混亂期間，有傳媒聲稱有財物損失，交由警方調查。我要追究佢偷嘢，我要追究。知道我叫咗同事做，睇到啦。香港寬頻電視記者張家恒報道。